今天是中秋节，在家。这个在家啊，其实不是我们放假哦，是因为万象的疫情变得严重了。然后，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封城，但是昨天呢，他可能也是给大家那个心照不宣嘛，就说让大家处理一下工作上的事情。然后昨天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反正感觉那个交通还正常吧，反正那个车来来往往的。但是下午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下午回来一个是车少，然后好多路口开始封闭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出去了，可能这2个星期就要在家了。今天中秋节，反正在家干劳动吧。这里是原来我挖的一个坑，是我老婆让我挖，她说还要养鱼。看这个坑大概有1.2-3米的宽，长度的话可能有2米，2.5米左右。当时的深度是大概有个70-80公分是有的。挖了以后一直没那个做什么，然后现在我老婆又说要把它填起来，她要种菜。哎呀，那好吧，那我就把它填起来，填的差不多了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土啊，上哪找土去填去？原来当时挖出来那些土，东一点西一点堆的到处都是，你看，就像这里堆到芭蕉树上面去，然后用小推车推，然后运到那边去。慢慢来吧。确实，这个疫情在家里面的话，还是想着种点菜。到时候因为家里面有狗嘛，它喜欢去跑，到时候从那边拉那种黑色的网过来，拉到这里，来到这个诺丽果树这里，然后再拉过来，拉到这个地方就行了，就围成了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空间。原来这个地方主要是太阳太晒了，夏天的时候特别晒，你早上早的浇水，它是2点钟3点钟，它可能就把那水分就晒干完了。但是我们回来呢都是6点，是吧？这么长的时间，水都不能浇，那个地里面很干的，所以菜就不怎么长。边上也栽着一些树，因为被砍掉那个树，拔掉那个树，其实也是一种调料。但是它在那个太占地方，就把它拔了出来。得来这边长土，用小推车推过去。这边经常能挖到那种白蚂蚁的窝呢，这种就是白蚂蚁的窝了。好多白蚂蚁在上面，土里面一包一包的筑成那种小巢。这个土其实不太好，它那个容易形成一块一块的。哇，这里的土就是原来从那个坑里面挖出来的，然后一车一车把它拉过来填在这里，堆在这里，然后就是这么堆。现在时间长了都变得平整了。现在我又要一车一车的把它拉回去，那个坑里面填起来。哎呀，这不是折腾人吗？这不是。这里已经栽了一棵那个笋玻璃，刚好霜，但是活是应该会活，但是我挖的时候从那个它的根那里挖了一大包土，就是包着它的根，包着它的根一起挖上来，但是还是它的根还是受点伤，还是有点影响。这种就是拿这种嫩叶去煮那个霜，煮鱼吃，特别好吃。它那个霜味为什么叫笋玻璃？就是刚好霜。哇，这蜜蜂好恐怖！
是不是在走窝？啊，这样就填平了，基本上就可以理出一箱一箱的那种种菜的畦，然后就可以种菜了。那土的话，要从那边扒那种种菜的土来，这个土还是还行，浇了水的话容易板结。忙了一天，基本上土填完了，然后把它理出山来，一山一山的。这样，高的地方其实不是种菜的地方，高的地方恰恰是路，然后我要用那个更好的土来填凹的地方，到时候那个高的，到时候凸起来这些地方它也会因为这个会沉降的，到时候高的这些地方它也会沉降的，所以到时候整体上它就会平。再把土放进去就 OK 了，就可以种菜了。理山完毕，最后就是把那个种植的土填进去就可以种菜了。还可以啊，1、2、3、4、5箱，5箱菜箱。好，开始把那些土拿来装在这里。那边最边上的2箱是已经撒了籽了，撒了那个青菜的种子。明天再继续把这个整理一下。